俄罗，所以头一首圣诗是俄罗的圣诗。这首圣诗是第18首。我信俄罗上帝，我信俄罗上帝吼。俄罗是咱基督徒爱学习的一个功课。其实这条圣诗吼，咱时常咧唱嘛，唱煞侪届吼。伫咱的团员中间，咱也拢伫唱这条圣诗吼。这条圣诗的英文本来名叫做我信俄罗上帝吼。我信俄罗上帝是天边的世界哦，天父的世界哦。这条圣诗我想，若是基督徒拢会晓唱拢真实的一条圣诗吼。咱对这条圣诗，咱来学习什么代志呢？这条圣诗是一位牧师所写的。这个牧师伫牧会中间，伊伫个附近的所在，伊看到这大自然实在太水了。所以，伊逐摆出去的时候，就看到敢若，伊认为讲，我看到的迄个情景，无管是树林，还是溪水，还是迄鸟啊，吼，大自然，伊感觉我出去就是要看到天边的世界，哦，这是值得咱基督徒来学习的。无论你去到倒一个所在，你去到外口去佚佗，还是去讲在你的公园的边仔伫休息的中间，你会使看到这个天边所创造的世界。实在真水，这条信息就是讲到这个，所以咱会使对这个信息内底，虽望咱真实，但是咱会使慢慢对这个信息内底，会体会到上帝创造这个自然的奥妙，吼，甲伊的水，吼。所以伫这个信息内底，本正这个作者吼，这个作者伊是我拄仔讲伊是牧师，叫做巴布寇克牧师吼。这个牧师伊本身伊写真侪诗吼。这是其中一首的圣诗，内底本也写遮多的歌词，但是后来对内底中3节选3节来做一条圣诗。这条圣诗是伊的朋友甲伊做的迄旋律，所以一条较好听的旋律，甲有意义的歌词伫内底。所以伫咱的心中，咱时常出去外口的时候，咱会来唱这条圣诗。这条圣诗3节内底吼。伊不但讲到白，咱看即个所在，伊才有写到，伫即个第1节后壁的所在，自然以外的白，过来第2节的所在，世间尽人的白，对天上帝当作一个白老白共款，所以咱对咱的世间人，咱对老白有一个感觉伫内底，所以上帝是咱的白，这是。重点，咱唱的时候，咱爱注意这个代志。过来一个就是讲，伊讲着讲，伫即个内底有讲着伊的大关联吼。头一节是讲着白的大关联，天白的大关联。第2节是讲着啥？讲着大林来吼，上尾的所在天白的大林来，所以大关联大林来就是咱的天白。伫咱的心中吼，所以咱唱的中间，咱会使真实的歌，但是咱对歌词内底来体会2点、3点。头一个就是上帝是咱的天父，第二伊是大关联、大能来的上帝。吼，来，咱开始来唱吼。来，我是俄罗上帝。主人因我的背，你的万物撒个影响，我一大尊名，就那长路追抓，要将它海宽阔，和你一大关联。第2节，我是俄罗上帝，世间真人的白，空中每只金丝出现，我一大尊名，天之上。是，你
3节，我是我的上帝。咱较大声一下，是我灵高的主，我做你的自由，你的口背下做一个为你用的。哦，实在是真好听的一条信息吼。我问讲，大家出去外口佚佗的时候，咱会使想到这条信息吼。来，第二首的是今仔日的主题吼。今仔日主题是上帝的话，吼啊，张牧师要带咱来对上帝的话内底来体验到一寡咱基督教也是咱的信仰顶面的文理的事工吼。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吼，啊，这个话是啥？咱直接就讲，就是啥？圣经吼。咱会记得伫旧约时代，摩西去到西奈山，上帝互伊啥？即个啥？10诫的话，对，刻伫啥？石盘顶。即个话内底所写的就是文字。咱会使到即个所在，咱会使对以前遮久以前到即马，咱会使即个信仰一直落来。其实有一个重点是啥？文字。即文字咱会使想到安怎？即若敢若靠迄个口传，就是敢若讲。咱时常咱捌做一个游戏，对遮讲到上尾啦，我完全无共啊，对。往口传的其实有当时的无记，啊，甚至会啥倒摆面。但是文写迄个所在，就是一定就是迄个物件啊，真理就是真理。所以文理一个真重要，伫咱的信仰顶面是真重要。咱会使得到信仰，其实咱逐工也是讲伫你的厝内底啊，伫多一个所在，咱来看圣经，圣经就是文理，所以文理是一个真重要。啊，即首信息最主要就是讲到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吼。啊，其实即个英文叫做 Wonderful Word of Life， 哦，就生命上好的生命的话，哦，上好的生命的话。啊，即首信息吼，伊的作者吼。作者叫做Shepherd， 哦，这个人，伊做这首信息吼，这是100几，敢若久以前的，一旧信息啦吼。啊，这个做这条信息的人，伊也做过一条咱拢真熟的一条信息哦。有时咱经过美丽亲近的河桥吼，有时咱经过亲近美吼，这条信息嘛是伊做。啊，这拢是旧信息，但是这条信息内底所讲的，要互咱基督徒拢会记着，讲上帝所赐的活命就是伊的话，吼。啊，所以对遮咱来看着讲，今仔日咱会使看到张牧师伊要甲咱讲的是啥？文理的事工是伫福，最主要是伫传福音，哦，传福音是一个真重要，所以。咱来唱这条信息，上帝所赐活命的话。来，上帝所赐命的话，我命是经运气，我人望主何人在做，稳定人民之心。有主要所听的话，我要他听清。我听的好人反悔，正做其灵可明。
人的高音哇。第三站，天空我要和你演习万民欢喜来呼，心的胸膛倾倒胸膛，清晰的我的主，下垂平安温顺，也跟我俩让我兄弟为我们的为，一位我们的团，兄弟为我们的为，做人的高音哇。兄弟为活命的为，带咱到因活。吼，咱准备先，三个来做礼拜。今仔日是文理团队的奉献主日，奉献弟仔伫个座位的头前，请兄弟关心甲带祷，请安静，动心来敬拜上帝。走甲。
上主，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三甲内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8首，圣诗18首，请起立。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感谢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我信神，信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对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个面启文59篇来应答上帝话。启文59篇。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的？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才偌尔啊水。
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见。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当心来祈祷。全能的主，因我的上帝，你是创造的主，你创造天甲天的万物一切，你是早伫的、现在伫的、永远伫的上帝。你有大权能，你阁行奇妙的代志。你的智慧长阔远深，无人的测度。你是有慈悲怜悯的上帝，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息到万世代。上帝啊，阮世间人算什么？你既然笑念我，你既然道成肉体来到这世间，献出你的性命，流出你的宝血来救赎阮，互阮单单信靠耶稣就得救。你阁想使阮管理你的手所创造的世界，阮却是无好啊管理这个阮所徛起的地球。地到阮徛起的环境恶化，冰山烧扬，河川海洋污染，气候极端，气温已经为看地球有史以来记录。有的所在做水灾，有的所在靠岸无水。阮真正是无好啊尽到管理这个世界责任，阮辜负你的交托。阮人类也时常犯罪，骄傲自大自专，放纵阮的私欲，无疼心。对到这个社会上充满欺骗的代志，毒入凶杀等等无讲无义的新闻，时常听到。这个世界真正破病了。这个世界主要耶稣基督的听来医治，却是这世间真侪人毋捌你，即使听到福音，因的心情的毋愿意相信。主啊，求你赦免阮，作为基督徒，互阮注目伫上帝国永远的国度，会当为着上帝国的事工来认真侍奉，为主见证，传扬你的福音。因为只有你才是人类唯一的出口甲希望，只有人明白你、信靠你，阮人类的生命才得到改变，阮的心灵才会健康到光明，社会才有平安，世界才有和平。这个地球才有法度复倒到你起初创造时的真善美。阮也为了阮教会。要伫个原子中间的时间来祈祷，求你互阮全教会兄弟姊妹有合一的心志。虽然阮知阮头前阁有真侪困难甲挑战，但是阮相信，只要有同心合一的心志，相信信心会带阮头前的路，带阮突破头前一切挑战甲艰难。阮也为了乌克兰甲苏联的战争来祈祷。这个战争已经年外，丧失的性命甲受苦的老百姓，日日在加添，求主你怜悯，互战争会当尽快来结束，互两国的老百姓会使享受和平，无搁再受战争所带来的伤害。我的诚心摆伫以上祈祷，这是我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声吟。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伫个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因为有侪人将咱中间已经成的事，捌举笔来排列做团，就是照遐个做道理的采用的人，对起头亲捌看见来传落咱的。我已经对起头详细查考拢总的事，就想着照次序写伊来叫提阿非罗带领，互你知所学习的的确实。啊，经到遮，请张德林牧师讲道，题目是分离的重要性。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平安。平安。今仔日我是受咱教会公布的派，来到咱正兄这面前，甲咱三个礼拜，也用路加福音书咱头拄所读的圣经第1节甲第4节，三个来思想一个题目：文字的重要性。拿破仑捌甲埃及相战，伫咧两边相战的时，拿破仑为着要顾伊的阵营，要乌战交。啊，伫即个乌战交的过程中间，发生这样代志，就是伊的兵啊，伫即个战交内面，去发现着真济古卷、古文字，遐文献的量不止济，是古希腊文。即个所在叫做奥林石，学出来的时阵。因头一个反应就是讲，这个物件一定是足古早以前的物件，这一定足宝贝的物件。拿破仑想讲，我若将这物件若甲摕转去到欧洲，甲分散互欧洲的各大图书馆后摆我的名会留落来，我保存非常宝贝的一寡文化资产。这个。迄叫做铺草纸啦，较早伫咧埃及遐有一寡，毋是芦苇铺草纸，足简单摕到的，就一个较下环的，一个较下直的，甲断咧，互干，就会使做纸写。因为迄个所在气候真干，需要久，就咱拢浸咧涂骹内面，气候真干燥，所以拿破仑这物件拢学出来。大家拿破仑寄到各大图书馆的时阵，大家第一个反应讲，这一定足宝贝。所以各大图书馆真正着请专家就来甲研究。不过恁研究了足失望的啦。迄个内容迄种古希腊文无毋对，迄是一寡生理人的契约、收据，某中间咧通的批咧写的批，无啥物值得研究的。所以一寡图书馆当甲扫咧白做伙。当甲下到迄个仓库内面，当甲等倒遐。这样代志一直到19世纪尾，一个德国的学者叫做 Adolf Desmond， 这个人是研究希腊文的专家。伊咧研究希腊文的过程中间，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讲。伫较早咧研究希腊文，咱毋通想象讲希腊文对头到尾单字拢相像，文法拢相像。比如讲古早亚里士多德因的希腊文，因的单字的写法，因的文法，甲现代希腊文的单字文法是无共的。所以亚里士多德也是个柏拉图的时阵的希腊文，迄是古典希腊文。即摆现代希腊文，迄是叫做现代希腊文。中间甚至还佫分几啊期，迄是无共时期的希腊文。敢有一个时期，大家感觉足奇怪。这个时期是啥物时期？就是耶稣时阵的希腊文，到底是啥物款的希腊文？大家拢找无证据，嘛毋知到底迄个物件到底是安怎来。敢知影讲记载耶稣的话，特别是迄个新约的批信，遐希腊文。甲古早的无相像，譬如讲《四福音书》，譬如讲《使徒行传》，譬如讲后来批信，
遐希腊文，甲古早希腊文拢无共，单字无共，文法无共，啊嘛甲现代希腊文嘛完全拢无共。啊，所以古早人遐语言学家安怎称呼咱即马圣经的希腊文呢？安怎称呼你敢知？怎甲归去较好一个叫做圣神的希腊文？找袂出来，都要用圣神解说，啊，就拢通啊。圣神家己启示的希腊文，所以单字无共，所以文法无共，啊，所以写法无共，啊，这用即款的解说，大概度过几啊个世纪。毋过头拄我咧讲，拿破仑摕出来迄批物件，经过 Desmond 的研究，伊讲到，毋是呢，我摕到即阵物件吼，甲新约的希腊文99%是相像的呢。单字相像，文法相像，伊重新甲希腊文分期，是中啊即期时间对当时，主前300年，亚历山大迄个东征，到主后330年，伫地中海沿海平民百姓所写的希腊文，这段时间希腊文，拄甲对土里挖出来写的希腊文，完全拢相像，差不多99%相像。所以，伊重新甲提一个名，这毋是圣神的希腊文，这是平民百姓的希腊文。换一句话讲，列位，咱来想，耶稣的时阵讲的话，甲使徒写落来遐个批信，毋是用文言文写的，是用一般老百姓的白话文、白话文写的。讲出来你也清楚，我也清楚的文写。这段希腊文，伊甲称作一般老百姓的平民百姓的白话文。啊，这段这个分法后来就伫希腊文的迄个分法中间，就变做确定。换一句话来讲，我头拄仔咧讲的物件，要简单做一个结论，就是讲。文字的第一项功能是证明啦，你才会当证明讲新约这文献这希腊文是平民百姓的希腊文，是伫差不多希腊文分期的差不多第3期还是第4期的中间，后尾搁分几啊期，因的时期倒伫这个时间，你才会当证明，你才知影，我对这挖出来文件一对我就知影，这个是实实在在。是迄个平民百姓的希腊文。啊，换一句话来讲，上帝的话是用一般老百姓会捌的文字来写，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就是讲，伊毋是安尼讲，伊毋是讲行此以义我也，伊袂安尼写。耶稣时代迄阵的希腊文是，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用白话写，这是头一个文字足要紧的一个，就是证明咱对挖出来迄个文献，咱证明讲，迄个希腊文是伫新约的分期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分期吼。那第二个文字的第二项功能是传达啊，就是讲伫古早遐文字到即摆也会当传达到今仔日。互咱知影，迄个时阵到底是咧想啥物？比如讲宗教改革，咱知影宗教改革以前吼，罗马天主教会当介入各国的政治。宗教改革以后，罗马天主教无法度去介入各国的政治。宗教改革以前，罗马天主教会当去甲各国的农民收税。总是宗教改革以后。这个天主教渐渐失去影响力。宗教改革以前，单天主教才有法度解说圣经。总是这个以后，一直强调讲，每一个人拢会当通过伊家己领受来读上帝的话。宗教改革以前，教会的神职人员，职业分做两边，一个是神圣，一个是一般。什么叫做神圣的职业？神职人员啦，神父啦，所以是神职人员啦。啊，一般老师、医生、律师咧，
这嘛是拢平凡的，迄个价值较低，啊，这是宗教结局以前啊，分职业是安尼2分。这个以后，平信徒的祭司职分，就是讲平信徒有缘会当替人代祷啊，等这祭司的职分，平信徒嘛会当做这个工课。咱较早做圣徒界祭司啦，迄个翻译可能小解一下较好，毋是信徒界祭司，是平信徒有伊的这个祭司职分啦，吼，伊也会使替人代祷。等即款的强调就哪来哪强。这个运动到后来，历史学者咧争执，宗教改革到底是属于中世纪史，还是属于现代史？若是属于中世纪史，就是结束中世纪的一个运动；若是属于现代史，就是开始现代史的一个运动。不管如何，宗教改革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运动。啊，这个运动对开始，1517年对一个神父，什么人？罗德马丁。罗德马丁伫威登堡的大门顶头打95条抗议文。迄95条抗议文，廖兄姐，我请教大家，是用文字写，还是用图画，还是用雕刻的，还是用美术画？用文字呢？这个改变历史的一个大运动，是通过文字震动迄个时阵的世界呢。95条无可能伫这个所在一个念互大家听啦吼。我读几条互大家听，因为伊用文字，我对翻译的文甲抄过来吼。罗德马丁安尼讲，忧伤痛悔的人无需要赎罪券，对啊毋对？对啊。咱应该建立活我的殿个人，过来才是地方教会，过来才是圣彼得礼拜堂，对啊毋对？对啊。无健全的个人，要哪有健全的教会？第三，赎罪券转移人对疼心的注意，啊，互人递到错误的安全感，而且阻碍到救恩。最后一项，我记最后一项，用钱买赎罪券，无救济善请人。得到的毋是上帝赦免，是上帝受气。请问这个，敢毋是拢用文字写的？我毋免讲遮济啦，其实我甲讲一下，今日咱读个圣经节就好啦。路加福音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作者甲咱讲，伊去找真济资料，照顺序甲写落来，写路加福音书。请问，路加福音书是文字，还是雕刻，还是图画，还是舞蹈？当然是文字啊，写落来迄是文字啊。所以你看到足济足水的，比如讲好的撒玛利亚人啊，拢伫路加福音书啊。路加福音书伫4个福音书内面是社会关怀上强的一个福音书啊。啊，你去读到这物件，拢是通过文字得到的。文字非常非常要紧啊！咱历史跳来到1875年，咱长老教会宣教师巴克利，伊来到台湾的时阵，台湾人足济讲毋捌字，迄阵所谓毋捌字的字是汉字啦，吼。迄阵咧讲。台湾人毋捌字，毋捌汉字吼，有一句话讲甲足白，嘛足趣味的啦吼。讲汉字若读甲捌，喙手会拍结。哦，安尼恁听有啦。毋过迄意思恁还阁毋知啊。我甲恁讲安怎歹读囡仔，我是中文系老师啦吼。我的顶一辈老师捌甲我学讲，伊细汉吼伫中国咧读汉学啊是安怎读的？譬如讲，东边的东一字，
即摆坐伫下骹人拢读过注音符号啊。你毋通想讲，我都用倒往东就知影要安怎读啊嘛？敢毋是？迄个时阵没有注音符号，注音符号是中华民国以后才开始有诶物件。啊，然后你问讲啊，注音符号以前因到底安怎读的？因叫做反切啦，反切是拼音啦，吼。啊，恁知安怎拼音无？我简单记一东叫做德宏切啦，我张德林的德，啊下面是红，红色的红，德宏切。囡仔去甲学堂，对，东德宏切就安怎读呢？德宏，咚，哎，咚出来啊！你逐字都要拢爱安尼读啊？我这是要安怎读？所以发明注音符号的人哦，迄是足伟大的代志。所以讲，迄个时阵做餐迄个努力要食饭，已经都拢真困难啊！哪有时间通去学迄个？所以汉字读到歹，讲喙手会拍干。巴克利牧师来，我用一个上简单的，用罗马字，用 ABCD 即款拉丁字母，甲恁教，啊，互恁真紧就捌字。我甲恁讲，我白话字我学偌久，我学5工。我拄着一个人，伊比我搁较紧，3工。都有法度读圣经，通过白话字啊来印教会公报，互你有法度读圣经。我读教会公报的第一章，巴克利伊要用罗马字伊的心情，我读互大家听。恁甲想讲，恁即摆拄好咧听巴克利要印教会公报第一章用罗马字，伊的心情是啥物？我读互大家听哈。所以阮豆豆苦劝，恁着读册来看圣经，望会哪久哪捌上帝的道理，也毋免得靠我靠牧师还是传道理的人来讲道理互恁听。因为恁本身看圣册，受圣神的感化，虽然无人来教示恁，犹佫会知上帝的旨意。这是新教的一个足重要的教示啊！家己读圣经，家己领受上帝的旨意啊！这么问题来啊！汉字都要咚，安尼一字都要动几步啊！是要安怎读得了？搁这大部分人99%无读册啊！要安怎？巴克利怎用罗马字来教？下面伊安尼讲，所以阮有说百米的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众人看较快捌，教会公报第1期1885 6月，巴克利伫台湾推行白话字，印报纸翻译白话字的圣经，了解这对一项毋是文字工作，迄影响咱的，那影响是影响我的阿嬷迄个年代，我的阿嬷嘛是拢，别讲影响我的阿嬷啦，我的老母就好啦，我的老母毋捌中文。我的老母嘛毋捌日语，毋过我的老母有法度读教会公报，我的老母有法度读圣经，有法度吟圣诗。白话字开伊一条信仰的路、财物的路，互伊目睭看到信仰的世界，看到财物的世界。这白话字的物件，咱用教会公报做咧，今仔日教会公报纪念主日。咱用教会公报做例啦吼，迄内面的迄个形式非常侪啦，比如讲有散文、诗歌，有即个戏剧有小说、迷彩等于真侪。我来记一个散文，尤其是历史性的散文看讲迄个较早用文字记载落来的文字伫安尼古早的时，伫日本人要入来的时阵，迄文字的记载，今仔日。找个对时空安尼弄来到今仔日，你讲台咧讲，看到底会当互咱有啥物款的信仰反省，还是财物的反省我读一段啦这段未讲以前，我先小可说明者1895年，日本人占台湾，这是大家拢知的代志。清帝国并无甲台湾人讲这样代志，清帝国无甲咱讲呢，
咱哪知？你敢知？咱是通过遐外国的迄商行、迄生理人甲咱讲，咱才知的。啊，这个消息一个出来，哇，规个大家台湾的人心拢浮动啊，大家拢足不满的啦，所以甲东京上团硬甲留落来。哦，啊，5月23成立台湾民主国。哦，这有历史教授，我毋敢对伊头前顶伤济吼。林委员邦桥林家做议长，屈宏嘉做副总统团练署，刘永福做民主大将军守台南。这几个人，林委员我莫讲啦吼。董景祥尾安怎？做10日总统，后来对淡水走出去，走去甲一只迄德国的军舰顶头，走转去中国。刘永福最后安怎？到10月时，甲日本得要甲交两兵要交战啦。有一暝，伊家己当啊喙手口咧，啊装做一个老妇人人，抱一个婴仔，迄婴仔可能去买来，啊，到迄个安平，啊上一只英国船，啊怎啊走转去到中国大陆。啊，这较早有诶课本讲伊是英雄啦吼，这是毋是英雄我毋知影啦吼。不过我知影伫台湾人诶心目中吼，即款诶行为将伊诶兵啊等咧，不管因死活，家己怎做伊走吼。啊，台湾人老一句话叫做阿婆啊浪港。哦，历史安怎评我毋知，但是民间讲伊是阿婆啊浪港，咱诶课本讲是伊是英雄。啊，像这文字到底是要安怎评判吼？啊，这就信息啊！搁来搁还一个人，伊讲即几个敢若较简单分辨吼。啊，有一个人，咱到即阵可能足歹分辨。屈宏嘉，屈宏嘉到底是什款人？啊，这考条证书会读册会写诗啊！哦，哎呀，做副总统，若讲啊，宁可我伫我死以前，你拢莫甲我讲要挂台湾，哦，讲啊足有气概啊！吼。咱的教会公布1896年2月131元，咱安尼记，我读互大家听。伫迄阵民间家己的人物屈宏嘉，这个人到底是啥物人？咱安尼记。论日本的军兵去台湾山，有兵勇甲土匪在抵挡因，抵挡因，总是无法哩。遐个民主官就是民主国的官啦，有诶真了然。哦，这台语了然，毋知要安怎翻哦。伊咧批评这个官真了然，特别是咧讲屈宏嘉啦吼。收拾行李，暗前走过内地，亲像阮遮一个进士屈宏嘉，做义军的总办，伫台北收兵转来，袂散赢，伫5月21暝，搬家眷逃走过去，放伊的兵伫遮。5月22天未光，遐个义军的兵听讲总办走，总是毋敢真实，就去总办的厝看无人，才有诶煞摕物件摕物。到较晚，伊的兵勇拢悄悄知，遐个兵的口娘袂清楚。要甲因的哨官清晓，意思就是讲因的这兵啊有薪水啦，啊拢还袂清楚咧，啊袂清楚，啊这顶头的官就做伊走啊，啊伊要找这官算数。迄碟兵真乱，也有人去总办的厝，屈宏嘉的厝，摕伊内面的米，啊你无薪水互我就摕你内面的米啊。23日，兵搁去总办的厝。摕粗肥腊肉，这个词大家用要无呀？就摕遐撇啊啦、盘啊啦、碗啦，你无薪水互我摕碗碟嘛，来煮嘛好安尼啦。门窗护士嘛交去，啊无物件互我，窗仔交转来嘛准算。过来掺鱼池鱼仔刷粒，搁无物件去鱼池底好鱼，厝内一阵清气。摕甲无半项，这是教会公布，伫1896年写的。这段文字
传达到今仔日，咱要安怎看屈宏家？屈宏家，互一个人讲啊，就歹听。连前的阿公连亚堂，讲伊人捐20万两银，叫伊去训练兵。伊走是20万两银走咧，啊做伊走。所以台湾通史屈宏家这个连前阿公安尼写，讲成败论人无所不习啊。讲成功，我就讲你足够的；你失败，我就讲你这人足含慢。我无爱安尼讲啦。成功有当时你好运嘛，失败有当时你歹运啊，毋是讲你毋对啊。哦，成功论人无所不习，独习其为吴汤兴、徐襄所耻笑。迄吴汤兴是一个客人，讲你花者，我来招一群人哦，来甲日本拍。啊，即款人呢热血沸腾啊，甲日本人一直拍到迄个中华。啊，去死伫迄个所在。有一天你若去阴间，伊也去阴间，恁两个若面对面的时阵，看你有啥物面通去面对吴汤兴？讲独习其为吴汤兴、徐襄所耻笑。我讲安尼是要讲啥物？世一大人，对不对兄弟？文字当中不时咧叫咱爱反省咱家己已经定型的人办啊。我问一件代志，若安尼，咱到今仔日还阁设立一间逢甲大学，咱是咧纪念啥？摕20万压起来，做主帅做伊走，啊是咧纪念倒一项？我毋知影历史教育错乱到即款程度，文字史讲的要紧性，就是亲像安尼。第196年记载的文字，会当软过时间甲空间，传达到今仔日。咱这个所在，互咱伫人生中间，咱开始，毋是讲开始啦，咱嘛认真去思考一个问题：我所受的历史教育，敢真正拢对的？我平常认为讲迄一定的信念，敢真正是对的？可能咱若要学习完全吼，咱都要有一条真长的路啦。大家人拢无完全啦，毋过像这明明知影讲，有问题，咱真正爱伫咱的头壳底好好啊想一下吼。最后讲文字，最后要有一个功能吼，文字会互人快乐。我真爱讲这个故事，毋知捌直接讲过无？假使若讲过，这个甲大家讲，我搁强调一摆啦。教会公报捌伫这个1886年啊。看过一个广告，啊，这个广告是讲，阮过当年1887年要伫南部设一间女学，啊，这间女学就是新楼女学，新楼女学就是即摆的长荣女中啦，中英女中啦吼。阮要设一间女学，啊，中间有写7点，吼，1、2、3、4、5、6、7、8、9，恁来时吼，食饭钱爱赚偌济钱啦，吼，啊，什物配啦，什物阮拢甲你准备好啊啦，吼，你毋免搁早配来啊啦，吼，什物等等拢甲你写好。7点的上尾1点，第7点，我读甲大家听。所要来读的囡仔，要紧毋通有白骹，若已经白了的，大声着甲伊吐。这是台湾头一个历史文件顶头出现讲，毋通损害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你若甲束缚，甲绑起来，不管绑伊骹、绑伊心灵，头一个爱甲吐开。即款的申请头一个伫即块土地写出来，伫教会公布。后来伫
大稻埕遐开始有一寡好野人咧唤起讲女性意识的时阵，迄已经拢超10几年以后的代志。到卢秀莲咧讲女性意识，迄个一个世纪60年代的代志。毋过咱伫1880年，咱就通过教会公布，鼓励女性毋通绑脚，毋通绑我可能学习的心灵，嘛毋通绑我的肉体。好你，所以列位兄弟，你甲想讲一个囡仔会当自由的跳绳，迄是足伟大的代志。迄伫闽南的文化传统中间哦，迄真正是上帝恩典。我咧捌看过闽南的一寡翁仔册吼，讲有人啊翁生出来翁个哦，怎甲阴无死啦，逆婴啦，阴无死，啊若无就甲等下角啊。咱公司3年，咱有一个宣教师，半暝拢较12点的时，半暝出来扫，专门咧捡迄人等下角的查某囡仔啦，啊去成立一个孤儿院啦。咱倒转来到这个所在。所要来读的囡仔，要紧毋通有绑脚，若已经绑了的，大声着甲伊透，文字产生溃烂。伫即块土地，咱发觉讲女性一步一步往头前行。咱发现讲第一位女性的医生啊，即个蔡阿信哦，譬如讲真要紧的即个。护理学家吼，钟信新吼，这咱教会人吼，这牧师的查某囝，甚至到即阵嘛，已经有女性的总统。台湾行即段历史吼，已经是一段真长的时间。啊，毋过嘛感谢上帝，因为有教会公布伫遐用文字传达即个物件，开始诚侪教母一步一步往头前来行。今仔日是教会公布的纪念主日，希望咱继续关心教会公布，也为祈祷。咱奉献录个下伫咱的头前啦吼，咱若方便，咱摕起来，我照即个奉献录啊内面的文字，甲大家介绍一下哦。我照即个来讲啦吼，教会公布到即摆还咧做啥物款的事工？头一个，伊讲台湾教会公报社福音文字事工，即摆还咧做台湾教会公报的出刊。有逐期寄来咱上山教会无？有嘛吼？啊，无甲咱摕钱呢，照咱家己欢喜奉献的嘛吼。啊，过来更新周刊有无？有吼，这嘛是照咱家己欢喜奉献的。TCNN 新闻网、新干公读经，吼，这有无？吼有。甜蜜亲子报、少年新眼光啊，信仰册的出版啊，基督教的册榜啊，这有诶，就拢需要收钱。但不管教会公报继续要咧向前行，愿咱继续关心教会公报，无论伊诶物件是有甲咱摕钱，也是无摕钱，啊，咱拢希望教会公报会当哪行哪好，哪影响上帝。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通过教会公布，互阮伫信仰的路哪来哪丰富。阮感谢你的帮衬，阮恳求你伫这个日，互大家会当想起教会公布起头伫白克里的手中是安怎辛辛苦苦一路行过来，恳求你的帮衬，这。不管是顶头决策的人，也是下面的门市咧顾的人，也是每一期所咧用的人，主拢帮助你用智慧，知影要安怎帮助教会。阮伫你面前将教会公布，将阮中间每一个人拢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愿你保守，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来读今日的金句，请咱做来读两。圣经顶面。来，咱读经句来。照我所切心无甲仰望的，就是我无一项事见识。好胆，凡事胆，现今也照平常安尼，亦是对死，亦是对活。基督
要伫我的身躯得到阳光，为必须第一章20节。照我所切切心无甲仰望的，就是我无一项事见效，凡事好胆。现今也照平常安尼，或是对死，或是对活，伊都要伫我的身躯得到阳光，为必须第一章20节。三角的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193首，193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赖曼执事、吴伟芳执事、郑宁执事来辅助奉献。
请坐。消息报告。第一点，今日是文理团队奉献主日，特别派杨德林牧师前来讲道请安，请多谢张牧师，请兄弟来到关心甲奉献。第二点7月23联合礼拜中间咱要邀请张文亮教授前来讲道礼拜了11点到12点，也要请张教授做信道的培育，也请兄弟老婆参加。咱介绍新来人客，黄冠纯星期日那是佑春的朋友。请坐。现在咱即摆来讲道咱为着世界来祈祷，为着台湾为着这世界宣教士来祈祷，为着华人的姊妹来祈祷，为着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压头来祈祷。亲爱爸爸，我感谢你，我们借着祈祷来到你使用报道前，阮要将阮所挂入的摆伫弟弟面前，求主你来正。特别是这个世界，阮看见乌克兰甲苏联战争犹原搁咧进行。这1年外的战争，双方已经有几落100万人来死亡。乌克兰里面有700-800人以上已经离乡背井，成做难民，寄居伫世界各国。阮真正是求主你来怜悯。伸手来阻止这个战争，互双方会当坐落来谈，互这个和平会当降临伫这个乌克兰这所在，互战争无搁继续，也互乌克兰的人民会当转去家己的家园来重建家己家园。阮也为着阮所徛起的台湾来祈祷，你互求主你互阮了解，阮这小小的土地。2300万人，阮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无论什么代志，无论对内底要阮要应付疫情，还是天灾，还是阮经济的问题，对外有中共军事的威胁，阮拢需要同心一意来共同来合作，无分党派，这才是阮全民同大的利益。阮也为了要世界伫个各地传福音的传教士来恳求祈祷。我相信伫个外邦传福音是真正的困难，有侪的挑战。无论是语言的脱碍、文化风俗的无同，而且生活不方便，阁有战争的迫害，随时拢有性命危险。求主你保守这传道士，因的出入有平安，也守住因的刚强的心志。会当化一切危险，真做伫迄个所在亚出为主，做工福音的经济。阮也为着华人的姊妹师弟来恳求祈祷，求主你保守伊伫个华人的中间，心灵拢有真正平安甲健康，互不到来因来当日日长大，直到生产日子。阮也为着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来恳求祈祷。求主你保守因，无论早落伫厝内，还是伫边，还是伫养护中心，主拢求你要成做因的倚靠，因的帮衬，因的照顾者，互因因为你的同在，肉体虽然有病痛，还是行动无方便，心内犹原为你享受平安的喜乐。阮诚心拜你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即时咱来。基督拜经圣诗367首，吟诗员请张牧师祝祷，请起立。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帮助，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圣经顶面记载，有一个变碎的又死的好朋友，跟伊来就近耶稣。耶稣看见因的信，就对变碎的讲：“细囝，你会做赦免人。”的确，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台湾教会广播社长期以来，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刊物，透过着出版，也透过着侪文化创意的商品，一直咧扮演着正做每一位兄弟姊妹心灵送向要得到平安，或者是信仰起造的好朋友。今年伫全世界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人工智慧的进展，互真侪人感觉真惊吓。若像电脑已经要取代人会通做的代志，电脑拢有法度做到。但是事实上，这个电脑后壁的这个文字并无消失。台湾教会广播产生这优质的内容，探讨教会议题，这拢是电脑无法度取代的。台湾教会广播长期以来希望互读者有更较好的体验，所以对3712期开始，教会广播要全面换做大字版，互大家咧读的时阵，有更较好的体验。甚至教会广播嘛期待会当有新的改版，包括母语包括一个教会新闻议题，互咱正兄弟姊妹拢会使伫这份报纸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对广播社会读到遐个社论，我特别会读，就会感觉因的看见有当时我家己无看，我会足感动。因为我遮老要搁去倒去读。拢对广播社的教会广播，读到遐个圣诞家
也是讲这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解说神学家的资料啊，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有罪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拢无倒退，无灰心。我无论拄着枵饿，还是富足，我拢老练；无论是食饱，还是枵，我拢总老练。踮伫迄个小事配搭的上帝内面，伊逐项都拢会。这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那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还有这些写作家，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其实他们是很快乐。我是因为神爱我。神爱我们，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也感谢咱众兄弟姊妹，恁对阮的关心，对阮的带导，对阮奉献，互阮的确会当哪做哪好。而且要来邀请大家继续成做广播社的好朋友，来补缴。阮每一年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愿主赐予咱大家，也愿咱成做彼此的祝福，多谢。